在法国对外情报部门工作的4名员工，因为中国提供情报被判30年监禁。2017年12月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有4人被指控为间谍。换句话说，法国对外情报部门工作人员正在为中国收集情报信息。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又出了新招。当地政府向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突厥语民族发放并签署了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统一使用国语、汉语。反对两面派的意向书，禁止母语，强迫使用汉语，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置和惩罚。对此，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西表示，中国政府再次暴露了彻底同化和逐步消灭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目的，再次利用所谓双语政策为诱饵，大规模地扩大范围，禁止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突厥语民族使用母语，呼吁国际社会和民主国家对中国政府如此残忍的策略加以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4日至25日首次正式访问了俄罗斯，两国领导人就叙利亚、乌克兰及伊朗等地区的棘手问题进行了交流。25日下午，马克龙将受邀参加第22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国领导人还提到，朝鲜已为参加峰会履行了一切承诺，包括炸毁分析里核试验场设施，但美国仍决定取消峰会，对此表示遗憾。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交锋5月24日急剧升级。就在朝鲜履行承诺废弃了核试验场之后数小时之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突然宣布取消原定6月2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决定正式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环球时报5月24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4日至25日对中国进行了第11次正式访问。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与默克尔举行了会谈，双方将就中德、中澳关系与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